呢班熱情嘅球迷想要啲乜嘢呢？我諗大家都好清楚㗎啦。今日呢一個球場呢，就準備喺一個咁好天氣之下，呈現一場難忘嘅比賽啊！呢個球場嘅氣氛呢，真係可以話令人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啊！嚇，咁啊聽到觀眾席嘅聲量啦，你就知道呢啲球迷啊係幾咁重視足球啦。比賽正式開始。哇！扎穩個馬，成功咧就係攞咗個波。喂 ，Keyman， 你覺得今場波咧邊個球員係最重要啊？我好欣賞艾利斯奧羅馬洛利嘅，尤其係佢喺前線壓迫嘅時候，俾球隊有機會反擊。後衞好需要基斯坦奴朗拿度起腳啦！朗拿度仲唔諗住俾喎，好似唔知道呢個世界上有隊友咁啊！亞當馬路石、馬里奧基拿、薩卡尼穩位接應，費達力高華為定，呢個波搶得唔錯啊！亞力斯麥亞里士打，埋門，有波入啦！哇！佢呢一下射門睇嚟好似不費吹灰之力咁喎。嗱，平時夾開咧一斬一射咧做得到都唔奇啊，不過仲要對手咁啱冇人 mark 佢咧，咁先至完美啊！咁場波第一個入球，係啊，不過領隊都要提醒啲球員，你唔好鬆懈啊！嗱，經典嘅控球戰術咧，阿 Keyman， 你認為乜嘢先至係最重要嘅因素咧？唔敢當，家謙。講到控球咧，最緊要一樣嘢啫，就係控得嚟唔好失，如果唔係咧，得不償失啊！你又有咩金句啊？有個講法就係踢足球好簡單，但係踢簡單嘅足球就好困難啊！古斯達夫伊沙基神射佢啦！呢球救得好啊！要救到呢球波，你估咁易㗎？俾佢估到晒喎！費達力高華為定，同你玩咯！危機解除咗之後就立即反擊啦！呢種打法就係有呢個風險㗎啦！亞力斯麥亞里士打，哇！佢真係又硬淨又搏命，直頭係用本能反應嚟攔截啊！呢個波。拉數嗱臨推上前啊！哇，眨下眼就唔同晒嘅。紐杜泰華利斯，兩隊只係相差一球，係個比賽唯一嘅分野。而家嘅比數係1-0，個預知能力真係好啊！好彩有佢喺度。賓斯馬攞到波啦！呢個波唔錯啊！呢招可以話救咗佢一命啊！唔玩嘢，唔騷腳法啦，直接同你清走佢。呢啲走位後衞頭痛啦。羅馬洛尼呢度有機會解除危機先。薩卡尼。費達力高華為定，美斯，好，我哋嚟到半場嘅休息時間，
上半場我就覺得係勢均力敵，不過兩隊嘅咁努力啊，加埋都係得一個入波啫。到上半場有冇咩特別睇法咁啊？嗱，佢哋雖然落後緊啦，不過如果下半場可以做好啲防守，避免對手反擊嘅話咧，仲有機會嘅。入波就一個接一個，不過兩隊都係差一球啫噃，睇嚟之後好睇啦。好，再次開波，領先一球係好大意義㗎。傳翻俾龍門，巴斯東尼，嗰班列貝利度啊，費達力高華維迪，斯朗拿，基斯坦奴朗拿度起腳啦！喂，龍門好嘢啊！做得好啊！守門員單錘打出，呢個角球冇嘢睇啊！話都冇咁快，由呢邊場去翻嗰邊場。兩隊加埋都係得一個入波啫噃。費達力高華維迪，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。薩卡尼。The attendance for this match was 70,987. 有咩意見啊？領先緊，想防守都係人之常情嚟嘅，不過好似早咗啲咯。哇！撞開對手，費達力高華維迪，列貝利、巴斯東尼，美斯走到個靚位。爺爺斯朗拿度啊，攞到波咯喎！費達力高華維迪，斯朗拿度，呢球可能係機會嚟㗎，喂射佢啦！入咗啦，入咗啦！再拉開多一球，好勁啊！呢球個 timing 都係 perfect 嘅。嗱，值得欣賞咧，就係佢哋唔單止係搶個波咁簡單喎，仲要係攞到個波之後點做嗰下好嘢啊嘛！領隊第一次換人噃，睇嚟係踢得越嚟越順喎。而家嘅情況唔同晒啦，其中一隊好明顯控制住場波啊！全力壓迫，古安道斯、伊沙卡神。Substitutions taking place. 成功咁撳走佢啊！古安道斯、馬泰斯雲仙奴、伊沙卡神。夠晒警覺性啊！呢個施壓幾有效啊！啊，睇唔睇到有隊友咧嚇？要加速啦！費達力高華維迪夠硬淨啊！又搶翻去啦！啊，個波啊帶得唔錯喎，跟住落嚟又點咧？ There will be 3 minutes added time. 薩卡尼，睇下俾唔俾到個靚波先。
馬泰斯雲仙奴。比賽結束，跟足晒賽前個計劃，結果都係令人非常滿意。作為領隊嘅，應該好中意呢一種贏波方法啦。朗拿度成為今日嘅最佳球員，相信都冇咩人反對啦啩 ？Keyman 啊，有冇咩意見咁啊？可以見到領隊都滿面笑容喎。呢隊波咧有個進攻嘅計劃啦，啱啱就係成功實行咗啦嚇，可以話係非常之理想嘅成果。時間差唔多啦，喂，今日多謝晒 Keyman 啊嚇！今日好開心啊！